乐仙啊，王乐仙，人人喜爱王乐仙。杨先生你好。哎呀，杨妹妹你好。哦，你这个远远看你腿好短。希望了强那年呐。那边算法典的班子啊。哦。那不用法典赢啊。啊，真的。啊，真的，好棒。老热大擂台，老热強下來。喂，古泽老师，老啊老了，跌破了，跟不上拍了。好啦，等大家報告一下哈，今本夜係你6強決天賽。好來介紹評審先生。一家樹先生，齊思飛先生，齊澤偉先生，總飛先生。新宇，你的分數上個禮拜這麼高了，這麼高了，這個禮拜隨便唱一唱，躺着唱應該就沒有問題了哈。冇問題啊哈，來聽先生講規則啊。規則。先要恭喜大家了哈，本來的進入七人的這個重要的7強嘛，你家是6強嘛，一天哦，嘅上禮拜分數就出來了嘛。對啊，我同下禮拜夾起來啊。夾起來，加出來看。基本大家嘅表現樣板型哦，像頭先講嘅嗬，節拍啦、音準啦，還有台風啦、鋼琴啦、臨場表現啦，給分數很高的呢，給就不要忘詞哈，忘詞照扣，好吧哈。那分數比較接近的幾位呢，加就得哈，把盡量的渾身解數拿出來，哦，因為青春哦。哦，你啊精彩哦！加油！哦，先生，加油！好啦 ，TVB 啦 ，TV 嘅那位先生啊，有禮以待人，樂賢。好，歡迎楊麗如先生。楊麗如先生。王啊樂仙啊，王樂仙，人人喜愛王樂仙，人人挑天，你呀總想愛做仙啊，愛做仙啊，早出早來無正經，從結果來做了鹽，閒時閒節閒戳戳，閒到唱嘅閒呢。王啊樂仙啊，王樂仙快樂樂唱神仙。王啊樂仙啊，王樂仙，人人喜愛王樂仙，人人挑天，伊呀總想愛做仙啊，愛做仙啊，早出早來無正經，從結果來做了鹽，閒時閒節閒戳戳，閒到唱嘅閒呢好啊，王啊樂仙啊，王樂仙快樂樂唱神仙。阿妹講出來嗎？哦，嚇死你咯！哦，感謝你咯。
哎，杨先生你好。哎呀，杨先生。杨妹妹你好。哦，你这个远远看你腿好短哦。近看也差不多。我本来就不对。不一定。哦，平常时有做给啦，高跟鞋呢。平常时有那个高跟哦，给你是什么那个什么创意想法？因为先会冲两条线，为了配合这首歌《On Lock 弦》呐，哦，就还游手好闲咩？哦，我平常都是高贵嘛，哦，但是平常高贵，高贵不贵？每一次都打扮得很高贵。对啊，今天根本就是完全没有。但是你刚行出来的时间，你再行一摆好吗？On Lock 弦再行一摆。我叫我8块。他现在就没有同手同脚，对不对？他刚刚是那个布袋戏呢？我怕。你看呀，行都懂好，你刚刚这么一口。紧张。其实他刚刚感觉到有点紧张哎。紧张啊！当然我怕记得步伐忘了歌词。啊，根本底下最关键的时刻，你用线那条狗哎，能的。系啊。啊？我线他输给狗呀。哎呀。对。也3万以内咯。俺老公。俺老公。下面那个16套底杯度的嘛。就突然插进来了。真的突然间插进来，这个叫做 bonus。啊 bonus， 真的突然插进来，真的突然间送到。我怕我上一集已经分数低了，今天不突破一点不行，所以突然间。跟某一天看现场有综艺。服装仪容唔对我加分，冇问题哈。来，请看评审老师讲。是，你说了算，你说了算。好厉害，嘉轩老师。真的，例如就适合这样的歌啦。有没有太巴嘎出了，我炮弹砰就打出去了这样子。好，啊给有节奏感要轻哦。我就有点哦，感觉例如轻奇怪，冲国歌轻有节奏。我个身体个动作老是慢一点点。很多的某 Q 用啊。哎呀，某 Q 用，还有到间奏才会停在那这样。算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哦，然后然后就开始这样，好像那个按钮按到一样。所以，乃至讲啊，关键时刻你嘛显个，你这个讲我忘了动作，他又忘了词，忘了动作啊，唔记得歌词啊。为了警醒清楚啊，要拼的时候就拼命要拼啊，底下后面就要紧张啦。嘿呀，真的不是太大的问题了。仅仅是点情绪表现，清楚，加油，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工作哦，迄个加上嘅抽的舞嘅叫。on 啊，多线呐 ，on 啊，多线。没有啦，我肢体障碍，我能这样表演已经很那个。更加厉害了哦。好啦，来加个分数啦。看一下永利一个分数。哎呦，谢谢，什么？好，就这么一会儿，也有较高的位了，但是也没看你整个假期哦。我想讲，那后面大家加油，大家加油啦！反正我进到的。对呀，多谢2周的中阳冯健来启动。好，谢谢。同手同脚行专业，同手同脚啦。来，撒好了。还有一位严丽珍，爱搞你冲散歌。哦，一条荷塘来。还有荷塘哦。
谢谢。哎，你成绩好，上礼拜分数有较大条的吼。先国的啦，先唔错。呀，礼拜条国的意思 happy 啊。係啊。啊，你咩冇按緊張嘅啦？嘿，唔會緊張，唔會緊張，緊張。你看到吉他班都安尼，都唔會緊張。我睇住佢笑一下，如果心情放輕鬆就好。用你要感作多啊，定係咁啊？咁啊好強啊！金獎啊，你叫啊強咧。係啊，其實衝過來有在演藝圈也是很多誤打誤撞。哎，你看幾啊擺佢迄皮夾擠落，沉衰，結果誒唔到啲比到衝到個六強，六強啊，有咩厲害啊？厲害啊！哎呦，做對咧！哎呦，做對，做對咧！所以那個是冇進入六強呀，唔會覺得很遺憾啊？唔會，佢好啲啊，但當然希望進入啦哈。盡力啦，那是希望啦，有進6級，我就可以煮東西給你們吃。哇，有10多年演唱後是這個做誒。哦，上禮拜個演唱迄幾代啊？係啊。哎呦，高粱酒做誒後事嘞。高粱酒，純高粱酒去做的。酒味好濃，就是差那麼一個味道。什麼味道？蒜頭。哦，你拿香腸來，你要附蒜頭啊。這樣子，哈，下次改進。絕配，你嘛。最好再切好，這樣好不好？啊，不用，那個就一口香腸，一口蒜頭，哎，很對味。係啊，蔥，冇蔥。啊，小蒜頭。蒜頭你比豬肉還要貴哦。係啊，差不多已經8個條呢。係啊，豬肉要8個條。立刻婆婆媽媽離開。好啦，謝謝你的這樣子。唔會啦哈。我希望你通過這一次。你看做的雞胸有東西好吃。好啦，如果過關，下次是滷肉飯了。哦。哎，老師拜託咯。他已經公開賄賂了哈。可以加個滷蛋嗎？好啦，叫士兵行殺。好，老師好。OK， 麗珍其實志文老師下要數高嘅，其實我咪當好衝。啊，就係講人家上演當 tap 片頭，就係客家米當衝，客家米當衝。其實按你講嘅對高興來講，對你衝是當適合嘅。可能還可以再有發揮的空間的話，是不是升一 key？ 不過對我來講，還是吃到講，唔係用扮強鬆來創也數高嘅，因為人家歌聲嘅漢字嘅關係，你可能係人唱歌嘅習慣，所以你會一種樣子帶所有的歌。你的尾音拉得太長，我大概做一個小示範，我們試試看好了哈，就前面的，還愛講你唱山歌，就他的 key 就可以了。愛講你衝山歌，對半夜都天光。愛講你大菜茶，衝過一山又一山。愛講你 OK 好，可以好，就這樣。那你看按你數起來就有講法的感覺。你知唔知？愛講你衝山歌，對半夜都天光。被你咬死了。愛講你衝山歌，對半夜到天光。所以基本上你按你處理的話，人家上線就按你唱，其實還是有擋站調的，還是會擋站調，也沒有抖音的問題，也沒有任何什麼，反而口語化多了，唱起來又輕鬆。對，好好聽。你又不是一出來的 Hellboy，唔定用版刷。按你 make 好，真的，所以 key 的部分我覺得可以上下拿捏，不過這個部分收尾要收得再漂亮一點。好，謝謝。這個示範真的好好聽啊！對啊，不然怎麼來當評審？不是隨便來的。對，看一下分數來。看一下演練整個分數。生一本，又生一耶！你這樣害佳琪開始緊張了。對啊，他上次比我高分。啊，上次比你高。對，1分之差而已。對了，不用緊張，我都不緊張的。不用緊張啊。他臉都僵掉了，笑不出來。好啦，恭喜你。沒有，還不要講這麼快。還不要講這麼快哦，你有自知之明。對。好了，那先回座休息。好，謝謝。對對。可以哈。好，直接好殺了，就是等一下恰嘎去衝烏咕咕。哦，他很趕呢。很趕呢，衝2條歌誒，烏咕咕。可能挑戰這個歌。嘿呀，冇簡單哦。對呀，對。可以哈。
拄好人上先适合了属狗，可能来讲，古总来讲，宪歌经营懂重要。你如果说像这个歌，如果给黎明唱，可能就很怪了。都来不及抖音了。久久润物水连天。听说你在跟那西餐厅唱歌时间有多么个情景哦？哦，那艳遇啊！可是。咕梦到河把雨转山红雾，咕咕咕梦到一水碧转天当雾，咕咕咕梦到发瑞咕转发宝梦到树，谁在一两地图？发黑影嘅梦，河把水黑影嘅梦，你是台湾不呀？点点扑嘅梦，咕咕咕，咕咕咕，咕咕咕咕，梦到后把雨转山红雾，咕咕咕，梦到一水碧转天当雾，咕咕咕，梦到发瑞咕转发宝梦到树，谁在一两地图？发黑影嘅夢啊，後把水黑影嘅夢，你是條黑暗不呀，點點不嘅夢，點一蕊燈火，是鐵一眨呀，一眨夢就情陌路來耶。千萬對燈火吞退，千萬眨呀，千萬眨夢見樹見夜，像童年嘅條火焰中嘅河吧，咕咕咕，咕咕咕。哦，对，哎吉娜你好，罗哥好。哎，家己好，这个对啊，米莎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哎呀，有你充满啊这首歌太好听了，很喜欢，可是很难唱。还不会难唱，是你要把那个是那个韵味氛围，对。给他你如果说一分，像这个歌，如果给黎明唱，可能就很怪。都来不及抖音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米闪也铁色冇中用，嘿啦，铁色。长处不一样。但是亚条国是懂是 happy 啊，是啊，给啊，锵锵松松那种。不错。对啊，大家点进去听要最近听完好像没有收入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嘿啊。对，我把工作辞掉，在家里认真练歌。哦，妹老有闲 Q 用嘿啊，对啊。对，有闲啊 Q 但是用。我是暂时的哇，啦你是，我还有机会。他是永久的就对了。哦，他只是练习因为在家里帮忙嘛他还可以回去帮妈妈。还买天数啊，啊，佢就妈讲阿妈啊，最近较无闲，啊，比赛唱歌的啊，无闲了，然后你天数哦。对啊，但迄个是讲啊，无通过的方法去转移。嘿，终于有廿枚天数啊。有得名的话就分他钱。哎呦，哦，好孝顺哦。对，哦，分给你多少钱？那个得假如到第一说名有5万块，就给他1万块。哇！对，啊，快去，嘿，妈妈的快去。对，哦，好了，希望你有好成绩啊。 OK，那位老师来请这位先生。好，按拄吼，双十礼拜很矮，第二十礼拜又很矮。哎呀，有演，真紧动作有演，还讲的嘿，你让我觉得落差太大了哈。我还想讲，其实我们4位老师有一致的想法，就是
你给没允许懂后，我觉得这首歌是你蒙到，对不对？因为给他上线，因为米莎其实米莎在让转系等后堂白夜生嘛，因为给他这种转系会讲他自己内心的黑暗面的东西比较多，那首歌摆在最后就有一点要破茧而出的感觉。你先下没有调，猫头鹰，所以那个呜咕咕的时候，其实。因为给他上线龙米莎有点穷，因为他假音比较多一点。故说往给他上又度后，适合两首歌曲。给你从第一集的时间啊，就是哇，你就想到猫头鹰在黑暗中睁着2个眼睛，他在期待光明，然后有很多的想象，很多的童趣。你唱到最后的素材嘛，给把我们给点与你等否慢慢下来的时间，我觉得这一段你唱得非常非常好，你不输米莎哎。但是前面因为呜咕咕太多了，呜咕咕咕，那它那个音阶是降上去的。可是有一些半音，或是有一些音阶比较稳当的部分，慧伟老师也跟我讨论，他说可能你唱的不是那么的明确，那么标准，都会显得说你好像讲，但是那个讲又好像刚好。你知道那个刚好就是你的情绪就在那里，就觉得说哇，这个猫头鹰在黑暗中好可怜哦，然后我好像要找到光，无助，然后又加上他瘦小的身材，我再看他，好了，给你过，就是你知道，那我就不能选这种歌唱了，是这样吗？哦，没有，你不一样，你也可以，你是大只的猫头鹰，没有来医生讲度后，你要上先适合两首歌曲，来讲，古总来讲，线歌真正当创业，你也拜给他做好最后的示范，所以讲，佢线都度后，佢这个适合有加一的歌曲，古总讲，他可以完全的诠释这歌。其实你听起来很简单，它非常难唱哎，它很多的音是很难唱的。我觉得你可以朝这个方向走，因为你的声音有一种文青的感觉。鼓手歌你不要去唱太流行的歌，我觉得你走这个方向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路数。因为走在冲出你一改咪西，我今日本人分数1个，好，希望3號來嘅機會走在往呀方向去，好嗎？加油！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小安的建议。因为其实我们今天都非常喜欢你今天的演唱，但是刚才因为我有跟哲威老师讲到那个咕咕咕的问题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会不会唱哆来咪发嗦这个？比如你知不知道咕咕咕咕是嗦咪咪瑞，然后第2个是嗦发咪瑞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？知道吗？他知道。哦，不知道，知道但是做不到，是这样。因为我为什么这样问你？因为当你在唱咕咕咕咕的时候，你的心里是嗦咪咪瑞，咕咕咕咕是嗦发咪瑞，你心里一定要有，你那个打的点才会准。这个一定可以帮助你在未来在唱这几个咕咕咕的时候，音是稳定的。要把音阶唱出来。对，这是很好的练习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他分数。哦，这样呢，分数应该当好哦。可以看掐嘎几个分数。第一拜哈，他手一边没办法。哎呦，恭喜你耶！容易耶。对呀。我每次都在垂死的边缘。真的，你好边缘人哦。真的。用不很不？再接再厉。那这样有希望了。冠军的话，一定要分1万给你妈妈。然后再请大家吃东西。哇，你好大方哦！大家是全部的人吗？对，所有工作人员这么多。后悔了吧？有60几个了，60几个工作人员。那我们吃茶叶蛋好了，好不好？60几个。谢谢。好嘞，然后去合作嘞，恭喜家己啦哈，冇问题的，冇问题。好啦，3號來。還有邊旁邊下帶來種音。哦，種音上禮拜唔係佢賣演唱歌誒，嘿，楊麗珍。哦。一陣在。對。旁邊下來，聽下冇強勇嘅感覺。來。行過幾多風
相爱相思，缘的爱就像风中的花蕊，短暂又美丽，掉落随风去。感谢缘家缘分情，注定难相随一世。感谢缘路断了线，缘多情因空遗憾。假使有来生，不惊伊变心，只怕来生难再相遇。茫茫人海里，奈为千多年，用爱猜你书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轮回，不惊伊变心，千山万水也袂亲倒位。发财艺术中的因，用爱猜来生相遇。假使有来生，不惊伊变心。哦，你好，这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对，一條歌嚟講真咧，啲嘅歌唱比賽嚟講，哦，青斗你冲2条狗，现冲2条狗对，在比赛的比赛场合里面，几乎第一名都唱过这首歌。几乎第一名唱过这首歌。对，尤其像以前来比赛的林光灯啦，还有罗华生。华对生，所以我也想，我从来没唱过这样的歌曲，想挑战自己。挑战一下。這首歌因為很大氣，嘿，是算大型的前后音的歌。高低差很多。這個控制不好啊，拿捏不好就飛台，所以就像我也上禮拜嘅演藝陣嘿啊，沒有控制好，哇就分數就較大。所以我就很大胆的嘗試。好，哦，勇氣可嘉。没错。嘿，但一條歌係尤少吉老師寫嘛，嘿，蛤蟆老師。嘿，慢音現唱的你嗎？啊？主唱者是誰你嗎？主唱者应该记得是萧老师唱的，萧银萧熙老师。对，哎，那很久没看到他了，不知道去哪里。哎，知道他最近木竹啊没有，木竹没有可能看模仿变出来，对啊，要不然他就可以走萧煌奇的路线，也可以，对。没黑啊，没黑啊，冲口后堂。对，董后堂啊，黑啊，所以他也有贡献了，留下这么，这么经典，这么经典，他持续唱出这么好听的歌曲，冲岸后堂给他搞狗哎，是，好，那从头了，对，唱飞羽欣赏，来公平哈，是碧霞，很勇敢选这首歌，我一听到我们就在想说，啊，怎么这么多人喜欢选这首歌？其实廖树歌曲非常的难唱，对，尤其我今天觉得今天你那首歌大致上你声音，我觉得尤其是副歌的地方是很漂亮的。那其实廖树歌曲，我觉得因为人唱歌，我以前应该有讲过，冲出来唱出来是比较容易的，收着唱或轻着唱是比较难的。所以这首歌其实很难的部分是前面的行一铺路，行过几多风雨雾，很难唱。如果说你行一铺路，这样就不行。虽然很多 A 段歌曲刚进来的时候，音比较低，但是不代表你要压着喉咙唱。好，低的时候，如果你的位置还是可以放这样，是听起来会非常舒服。就像气声也是一样，哈，你一定要放得高才会有气声，哈就不好听。好，但是后面我觉得是还不错，而且你最后那个假使有来生心维持的还不错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今天还算不错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还算不错，那分数应该还不错哦。应该还不错了，可以下去敌人哈。欢迎他来，放比下嘅分數。好。
恭喜你，谢谢，啊，恭喜进入6强，恭喜恭喜，好了，感谢你，谢谢，哎呦，谢谢美女，我又来了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导演，哇，进入6强那么开心哦。好，我的舞蹈班，你们的舞蹈要准备了，谢谢。都在来咯，来天冲哦，人家欣赏加油哦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哦，恭喜恭喜。哇，好开心哦。哎呀，哈雷亚比嘿，哈伊比赖金锤天地人间，哦，来，来明又来了。千层山插轮间，九九润物水连天，润物水自下言，天天地地两相连，天地间人生变，唔好渺茫過一生，用係地也係天，只好順顯慢人間，想念來看蒼天，隨年來輪世間，權來生富貴有天命，你人生間，好好普天樂太體天，體天坤間，乾淨甘苦，人龍富貴乃好天。两位主持人好，来明好，係，我係黎金銓，唔係黎明。是聽你來面咧唔打，哎，你名藝名呢？不敢，不敢不敢。不敢，人家已經篡位了。对啊，聽說你以前有這個西門町有駐唱過，哎，有啊，那出頭的時他也有在西門町駐唱過。有，我還聽過。對啊，可以前西門町啊木同班同學也會講呀。可是老師比我年輕多嘞。没有啦，不要这样说，謝謝。西門町我也有聽過，有以前巴黎啊史西餐廳對西餐廳哦，小小的，好小哦。巴黎史，巴黎史西餐廳，那等於是我們3個不同階段呢。是我小時候去聽哲偉不同歌啊。場域，你是不同那天呢？西我那個門町那餐廳那已經倒掉了，那就很早期的，很早期的。巴黎史也倒掉了啊，對現在也沒了。那只是有一個樂隊在那邊伴奏這樣子。哦，對對對，以前巴黎史西餐廳就是小康的爸爸，孔锵老師。對啊，就有時候下午時候就其他樂隊老師都沒有來，那只有他爸爸在那邊，然後就躲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裡面。對啊，我們要進去舞台還要經過這樣。閃一下喲。對啊，好。那時候你小時候有跟去嗎？有哈。對啊，好小，然後觀眾也不多，然後都西餐廳哦。很西餐廳，然後就你在唱歌的時候就端着牛排了，哎，條班嘅民歌餐廳咩樣？民歌西餐廳啊，唔掉過去啊！我冇掉過，我電台當過台當空衝過啊！我以為從唱嘅最基本周意咧。哦，唔係啦，你要衝過咧，佢出到佢就要在頭路吃到了哈。對啊，我17歲都衝到呀，做行業呀，演藝圈咧。你係客家嘅義歌呢？哦，客家義歌唔係係小眾啊。佢係客家大哥啊。哦，那個對啊，所以聽說你在跟你西餐廳衝歌時間有多乜嘅情形哦？哦，那豔遇啊！可是真歹運啊！真歹運，你有講？應該唔咩
罗哥已经过咩是读过咩？用班年读过嘛？你要更衣室啊，那个女生啊，那个作秀赶场啊，一进来，啪一声就全部脱光光了。哇！他不管你有没有人在那边，你也在服装间换衣服的里面。对呀，我正在涂鸦。以前后台是这个对兵荒马就乱，有时候要进，这来赶着就要出场啊，有些艺人换衣服的呀，就是很快的，就很急，进来就随便就那边换，我们就在后台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哎，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罗哥，你有没有曾经就是说，就有一次更衣室马上就全部脱掉？给谁来可能我倒没有这种艳遇啦，那男生都一套衣服穿好。白冰冰有一次换衣服换，然后就是哇，很华丽的衣服这样出去啊，哇，观众哇好开心啊，一直拍手，他以为哦，他好红啊这样。结果他内衣勾在那个，有听过啊，有听过哎，有听过，对呀。OK， 好了，来，看一下关注，不知道要像嘉秋老师，哎，不是因为想到俄罗斯，我都头都乱了掉了呀。哎，金正，我那个你这样说国文哈。真的，你是有堂双礼拜给现场，然后你搞讲怎么样子来做这个后尾音的修饰，但是做的不错。不过哦，问题就出来了，因为你没有那个抖音哦，他就不知道怎么换气。哦，对你来讲，就跟拿抖音抹做噶做唔对，换气的位置要摆哪里的。所以我你要是帮那个展毅老师骂你一下的，我相信他歌不会这样子写啦。因为有很多地方你的换气位置都不对，就冲过来就变讲，奇怪，那某看歌词的话，唔对，你就冲嘛该东西。你另外中国问题是讲，唱唔是客家人，都去唱国家凊彩啦，用办贴做的，做唔得来你客家歌是就一支唱歌写起来，咩就规矩哦，还就得诗做唔得啦，凊彩用切啦吼。体验就是都每个个玲珑富贵奈何田噶，个奈何你那个分开了，就真奇怪，奈何田是相当的是奇葩嘛，你是整个规条歌体重要的所在啊，不然奈何就无体咧，出进奈何桥去咧，真大宋啦吼。俺个意思讲，唱国家你有天分，你就技术。不过一点一点慢慢的改，我感觉因为头个人唱歌嘛，所以要求一定要特别多嘿。因为我以前对哲伟也这么凶的嘿。是，好，所以俺其实讲还会有更加一步继续努力的机会。你啊，对俺来讲啊，就做唔得爱用钱，就不易歌咧哦。蒙眼面良机哦。做唔得啦，吼！什么老师？好，加油！谢谢。那你分数零用版哦。可以下咯，好，看一下来精彩嘅分数。你跳下来一下就。这首搞是他们呢，而且还在原唱前面。对啊，哎呦，紧张哦。他没有告诉。他的所有亲朋好友。有啦，我爸妈知道了。对。哇，我还以为你是说不好意思，我参加客台的。不会啦。我朋友听到都吓一跳。他说你什么时候会讲客语？我说我不太会，但是我会唱。看一下来精彩嘅分數。好。谢谢老师。很多的，好，恭喜。送20禮拜，恭喜。恭喜啦。加起來183分啦，係啦，恭喜你哈，建議6強，謝謝。過關咧。可以做休息。好，讚哈。讚嘛。殺下來，陳佑賢帶來是寶牙。來，等啦。
晒了一下子，太阳就像个火把嘞，头那么湿哒哒，用手太里拍散的色彩麻木搭对，小朋友穷下来去好把教室，的下个马来穷下头闹热，树红那里mặc住條線用臉落肚，你條用白辣，對眼強又冇法度。天公觀眾們，愛老爺公打嘴鼓，做嘅啲嘢衝到成日啲嘢跳舞，紅洋葱老愛照亮全部開嘅路，佢躺下講錯點碰點泡茶。吃饱呀，阿妹喊你走哈，莫喊凄慘，你公公生你呀，不都放起樂聽，笑哈哈。天公觀眾們，愛老爺公打嘴鼓，做嘅啲嘢衝到成日啲嘢跳舞，好洋葱老愛照亮全部卡嘅路。躺下講錯點碰點泡茶，吃飽呀，阿妹喊你走哈，莫喊凄慘，你公公生你呀，不都放起樂聽，笑哈哈。金大姐好，大家好。你现在已经确定离职了？怎样直接听讲评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听的哈。我直接听讲评吗？那就不用问了，就不访问了，这样。对啊，青花宽比冲狗嘞，就是每一首歌都很快乐。他这首歌也选得好啊，嘿呀嘿呀，都是他们呢，而且还在原唱前面。对啊，哎呦，我都腿软了，嘿呀，当緊總誒，人家下來想軟腳呢，我跪下來，我差點劈腿了。身體眼皮啊，你不軟腳呢？當緊總，緊總，當緊總。哎，佢黑花真係動土地啊，係啊，你從來條歌迄本上到嘛來，上到。佢上到家婆不卡，家婆不卡，家婆不卡，到台中后里嘅舊泰安火車站。哦，就是泰安休息站。不是火車站，火車條，火車條嗰片，就給泰安嘛，哦，這個福圈的是吧？錯，佢下變做古蹟，3級古蹟，佢下還有火車哈，冇，下有新站，下嘅 Q 站，Q 站榴電，係 Q 站榴電本人拍婚紗，係去嘅觀光景點就出來，哦，就是一些網什麼？網紅啊，會去那邊拍的。對啊，有櫻花啦，係嘛？有，都嘅泰安派出所嘅片。哦，東江哦，高年東年去呢。哦，一講誒。衝啊講。有知心透。不錯。衝啊講做的。他適合走這個圈子。不錯，他就一直想當諧星啊。講那個就蠻好笑的。不要真的，那你待在客台會被耽誤掉，真的。被客台耽誤了諧星。好啦，那唱完了哈，唱完還是要來重點來接受一下。還是覺得要再訪問？沒關係，再怎麼樣都接受。你想要聽原唱，幫你講評一下。有，想撕批形象。好，玉璇，其實大概有參賽者想要唱一首歌，其實我們動團體真的很開心哈，因為這首歌真的要唱到第一屆基本條件一定要態度要正確，好，因為對態度要正確，原因是他其實還要強鬆嘛，所以我覺得你第一要件已經做到，這個是非常棒，好。那我哋就會講的，可是還是要回到技巧問題，好，情緒有了。態度也對了，現在就是技巧的問題。因為要說各位來講講哈，駐槍老這位老師誒，給屬 Superman 窮樣，其實它是兩個同樣類型的歌，可是它就是要有那種切點，所以那種切點就是天公觀眾們，那老爺公打嘴鼓，它必須要有那個所以你要聽了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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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才會有那個切點。
毋过呢，客家歌手底部，因为可能歌曲安尼类型比较少，所以在这样的表现法就没有那么的明确。所以大概创作艺术歌，其实我觉得我每次都会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就是因为给他创出安尼长短点，所以他那个长短点才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。弹起来很紧，可是它是紧中带松。所以你必须要先拉紧，之后才有可能放松。OK， 好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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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史立先生，分数我不查哈。哎，好，那就第了。好，看一下陈佑贤的分数。哎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183俱乐部，183俱乐部。哎呀，恭喜恭喜，过关哎呀，183应该就没有问题啦。应该没问题。恭喜哈！应该不是 Healthy 离职的啦。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你 Healthy 的副产。没讲没。哎呀，天师当风都讲的。真的，好了，好啦，就加油加油，恭喜恭喜哦！来，回做休息哈。好嘞，杀了，好。杀了，红心一带了，勇猛吃前行。三个鱼竿，冷冬天啊，天太地太慢，那比黑爱我看，层层风沙，连木最淡淡，你跳啦啦，现在浪爱来走攀，虽然两好天又高又暗，虽然两好风又太又浪，虽然两好空都撇下，爱不会讲，爱会勇往直前行，爱会勇往直前行，披过自己的伞灯，望远远航，爱会勇往直前行，终于勇往直前行，人生嘅起落落，爱不会讲，爱会勇往直前行，爱会勇往直前行，披过自己的伞灯，望远远航，爱会勇往直前行，终于勇往直前行，人生嘅起起落落，爱不会讲。拜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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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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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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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哟，勇往直前行。哇，感觉你破输了。好，这首歌谢宇威老师在啦，对啦，腾给吴胜志老师在某公用啦，某公用。他说，他没有告诉哦，他的所有亲朋好友。哎有啦，我爸妈知道而已。爸妈知道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你不敢告诉人家的原因是怎样？想要参加到后面一点再说。对，我以前就是这样。我以前参加歌唱比赛都偷偷自己报名，自己参加。哦。然后因为如果我没有得名，然后一堆亲友去，我会很尴尬。哦。对，所以我就默默的去参加歌唱比赛。他会来帮你加油就对了。就是怕如果说我自己觉得很棒，他们来当然没关系。可是因为我对自己有点没自信，所以我就会怕说如果成绩不好，然后又请人家来。哦，万一那天输掉，怎么这样难看？哦，对对对，我还以为你是说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参加客台的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我朋友听到都吓一跳。哦，他说你什么时候会讲客语？我说我不太会，但是我会唱。哦，认真学就会了。对，然后他们听了之后觉得，怎么客语歌这么好听？真的是不是？他们也有看这个节目啊。就我跟他们讲说，哎，我最近在，就是看你那一段而已啊。对，都有看，不是看你那一段，看知己知彼。对啊。哦，要不然就电视没看到，看 YouTube 啊。对啊。他们也吓一跳。亲朋好友现在都知道了。哎，都底了。该知道的都知道。该知道都知道了。觉得怎么样？他们觉得我很有勇气。
勇气。因为他们知道我完全不会讲客语，是说来唱客家对对啊。你看王碧霞啦也是啊，对啊，他也不会讲客语啊。对，我们节目当中很多从以前到现在，很多不是客家子弟，但是对客家歌曲也是很向往。对啊，你又唱得那么好，对啊，就对，跟大家学习。对啊，这首歌也，他唱了也有他的味道，奇怪的，会唱歌的人就是这样子。真的，听老师讲一下。来，嗨，张玉请上。心怡你好，刚才慧老师说了一件让我有点嫉妒又生气的事，他说，你知道唱歌有时候哈节奏感就是天生，哇，好生气对啊，他刚刚就是前面就是随便就是摆一下，然后全摆一下，进入音乐的状态。因为这种歌其实这样子的节奏感不可能去算拍子的，问吉娜就知道，吉娜唱这也是一流的，这不能算，这是天生的。对，进入歌的状况。对，就是进入歌的状况。我觉得上个礼拜礼拜哈，老师现场跟我讲吼，就是讲搭3年都强用，36强的，不管你那摆比赛个买去，你起到条舞团啊，大摆拢体相太噶，起到条位。不管他练习，不管是彩排或是正式来，你就已经要进入那个状况了。我觉得你这个礼拜做的比上个礼拜还好，因为给他赏先的管黑哦，还有他节奏感的关系，让我们很能够进入这个歌。然后我觉得他要把这个歌的精神 catch 住是很难的，是非常难，因为我们很难得在主歌就进入你的情绪里面。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是可以学习的，他没有刻意做，他完全没有刻意做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。唯一我要挑的缺点就是说，对，还是有，就是说，可能因为你紧张，那每一首每一句唱，你一定要唱到满。我不是说像老师说抖音要抖到满，我的意思说，你唱完俺不会讲，唱完收，再唱下一句，不然的话，你就会急着想唱下一句的时候，你 pitch 找不到，拍子会掉。就是俺不会讲都俺勇往直前行那个地方，一点点让我觉得让我出戏之外 ，pitch 跑掉之外，其他还有就是我觉得最后面我自己觉得。既然是勇往直前行2遍副歌，你最后一遍副歌你要更放大一点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前面已经铺陈，你最后要到情绪堆到最满。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地方让你加到分，就是最后一遍的勇往直前行，求你勇往那个地方，你做了一点点让情绪的起伏，让我觉得这是一件。还好有补回来的事情，所以你今天表现的还是非常非常棒。但是我听过女生版里面，我觉得很好听的版本，恭喜你！谢谢老师。请长补充。是，非常不得了，气声唱得这么好，真实的唱出来也可以唱这么好，你就是天生会唱歌的。对，为什么我这样说？如果要唱这个歌的人是爱勇往直前行，就完了。就糟了，但是它就是不能算，你就是很自然的在那个律动里面，所以一唱完我就跟哲伟老师说，这个拍子是天生的，所以我好生气。为什么要生气？我没有天生的东西。你有啊，有，天生帅。哎呦，可以吗？你学坏了，抵得过一切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是很甜美，但是因为刚才我有跟哲伟老师说，如果真的要我说，就是反复的那一次的副歌。那刚才哲伟老师有说，你可以再做。那如果说你自己觉得你的喉咙的宽度到这，那怎么办？把肢体打开呀。你第二次的时候手可以再高一点，你手稍微再爱勇往直就不一样，绝对不一样。好，那优点我要讲。我觉得这个是泰嘎全部都需要去学习的。你有很多小的地方是非常漂亮的 ，Devoka 那个小音，还有那个走盘，你看这种小小的东西，你都做得非常干净清楚。我觉得这个很漂亮。天太地太慢，那比黑爱我看。这个可以继续保持，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学习。对，很棒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先生。哇，家庭如潮。真的，上个礼拜已经95分了。那这个礼拜看看来，有更厉害的分数，看一下王心怡的分数。97分，97分呢？哇哦！到时候椅子又要准备好了哈。那佳琪。
你现在最大的对手在这里哦。哎呀，1万块你要分给你妈妈。好啦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恭喜，进入6强哈。卤肉饭好像下次再吃了。真的没有这个命啊！还有碗金蛋。哎呀，还说等到下一季了哈，或者是下一季了哈，张师妹都卤肉饭。啊？探班的。探班的时间啊，他会来探班吗？会哦。我看他表情，他有点为难。嗯，对啊，还没有进入6强，还要来煮饭给我们吃。没关系啦哈，这个下一次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张总来了啊！恭喜进入6强的朋友们，自己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法典的班子啊，哦，不用法典赢啊，真的，真的，好棒！好呀，那个比上管监的管监嘅一場比賽，6強嘅天賽哈，對啊，也有7位嘅潛水朋友，好來介紹評審先生，李秋霞先生、蒼永平先生、曾明珠先生、潘新炯先生，我請講一下評分嘅規則咧，來恭喜安尼兩位有7位咧哈，進入到6強嘅天賽，所有一定強呢哦，也安尼今日的評審先生啊，最頭腦痛嘅一件事情，也幫人鬧啦，哦，唔過為咗吼，安尼公平起見，所以就今日記得共同唱歌，冇記得嘅歌詞哦，冇跌破哦，哦。台風下穩到誒，啊，自然就好嘞，哈！啊，希望今日大家都能夠拿到700分數，加油！哦，石夢先生，你看今日看過一特色怎麼做到韓獎係啊，有備而來。今天好鮮豔，就是我剛剛一看，哇，就係客家本身，全部都係盛裝打扮的，有個花色有冇？連那個壽衣都穿出來，那是唐裝啊，那唐裝啊，根本壽衣啊。人家穿那麼帥，還是阿公去這個這位時間做個啥唔俾人用嘅啦。哦，做生意啊，跟衛生總先生講做生意咧。你係做生意做嘅啦，係啦。夾這項比賽，TV 彭清修帶來評判。當然啦。
主持人哈，嗨，你好，清溪姐姐你好哈，花莲真的好山好水好无聊，好无聊，不会啦，花莲真的那个空气品质，诸位冇供养都冇供养，嘿，真嘅呢，太平洋，这无法好讲，我跟你讲，花莲迄边规搭梯动态啊，做的中东的东西啊。哦，自家种菜，种水果。因为妈妈喺带顺条吼，啊妈妈眼体较快啦，妈妈种菜时间还是天然机学种。学种，种很多乜嘅东西啊？哦，当多乜嘅菜都有，还有水果，有嗰個木瓜，哦，還有什麼瓜嘛？有好吃的。看呢類木瓜要，哎呦，清秀姐姐唔敢認同嘅，我講少女時代啦。真啊，看呢類木生木瓜，因為看呢類其實木瓜是較多。係生青島，還有豬腳，還有這個。生抹拉啦，生抹拉，對，少女時期生抹拉。哇！現在也回歸嘅田野生活，係啊，非常好，非常的好，夢寐以求的。歡迎光臨，做得啦。我夢寐以求的，歡迎光臨。等我退休的時候，就來錄節目啊，甲白連沙，來做甲白連沙。對呀，做甲白連沙，慢慢算花蓮的班子啊。哦，不用花蓮贏啊！真的，真的，好棒！对呀，真的，而且说真的，我也很喜歡平常閒暇之餘啊，我也喜歡這些拈花惹草。對啊，我也種了很多盆景。哦，我現在就自己看，我沒有去找老師學啦，盆栽。就是小型盆栽、微型盆栽，就日本叫拇指盆栽，就小小，也有的我也種這麼小的啊，也有大一點的啊，也有大的都有，對，反正現在先種，種它如果長大或者是它變老樹的感覺，那就棒，不是要沒有我做人蠻賣，是興起啦，有時候自己雕塑啊，那種快感，把一些樹本來哇雕成自己想要的樣子啊，剪修啦，雕啊，哇，等我搞，好，修身養性，真的修身養性，對啊，好，對啊，因為就是平常壞事做太多了，真的需要好好修身養性一下。來當先生講，這樣就好欣賞。今日創了出平板，比上一禮拜創嘅長葉牌，有更加有限啊吼，詩言品孫，天師基因流傳了方面嘅最每一支嘅當做呢隻詩，你多少要注意哦，講唔會頭版嘅哦，呢隻方面你要注意哦，哈。今日係勉強能夠進入到嗬。暗啲啦，你看了不會？好嘞，加油啦！好，先生，好，來就看一下本書啦，看一下龐清秀嘅本書。哦，緊張，係。哦。要本書有冇問題？應該冇問題啦。先恭喜你。係啊。來自花蓮的朋友。做得輕鬆一下。今日6強誒。好。先恭喜。有做得冇？做得啦。有冇做唔得？恭喜啊！當然做得啦。係啊。大家啦，好。先生別當好錯啦。也可以哈。安尼沙下來哈。沙下來就劉秀婷帶來長葉牌。哦，好，來彈看啦哈。
高吹啦门，行行做梦啊。谢谢大家。哎，修玲姐，修玲姐好。哇，修玲姐唱歌的真的哈，这种米上式的唱法哈，非常的好听。今天我米上演出来的啊，可能平常讲伊那个专业的领域哈，无限体的时间，好做一部卡喊喊，做一个兴趣的做这个兴趣的事情，很强嘞，不太这可以。你系野花嘅初级，你系初级，因为从台东西安冇办法都带出来。你也还算手工艺？全部是家做的。按照野花。野花。野花有是进口的，有的是我们山上采的叶子啊。你那个晒造来找不给造。然后呢，压在这个框框或者是。压店就是茶杯店你要想美，你要做的是彩虹花，它是类似我们那个皱纹纸那类的，他们又改进，然后呢很多颜色，然后就是完全靠自己去磨纸，然后还起的起。要没真的发比干燥这个不是干燥，两种系这个。压花是两是压花，两是你也发哈，杂不那来杂不一。飘干燥之后，然后呢，把很细腻的贴在这个叫做茶杯垫。这可以当杯垫。对，这个是书签。像压住真的菊花，系嘛？那种景点呢，全部都是真的。都是本来就两种色吗？暗浆很饱满的颜色。对啊，你看这个也好漂亮。对啊，你可能用色的是给找个加工，你的头发找个加上颜色、色彩落去，水彩也可以。你要上次我有介绍说是用芦苇去编织的鸭子，就是这个。鸭子阿伯哈。芦苇就会刮嘛。系个刮，系刮。娘婆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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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婆花。用破，是，然后它一定要湿刚采下来才可以做，这种又软度，好棒哦，好棒啊，对啊，很浆哦，对啊，也是很浆，真的，他们也有贩售吗？还是自己兴趣或搞的？现在大概都是教学生，好高好上活动，开始上去妈妈教室没有啊，对，他们有花艺的。一些教授这些，就像社区呀什么教学。要种的是美料是纸花，它一种彩虹花去折的玫瑰，也是蛮受欢迎的。好棒就是一阵子就是一些，就是一些初级的。哇，当好嘅人手艺哦，大概迄个像我学嘅把做一琴咯。做得吗？好高创不得进嘅。大概有兴趣啊。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啦，那退休呢，他的系走线期啊，我孙女啊都会帮啊，有时候母亲节他还会做送给我。送给你，好棒，好幸福啊！安尼啦，总体嚟啦哈，唐先生公平哈，看歌按好嘅按奖才艺哈，对，唐高中先生讲一下。刘少志创也给专业派吼，老记做嘅穷样安尼吼，有到安尼水准啊水平吼。对刘少志创也歌嘅吼，无意见，佢创得真好。因为佢家创嘅方法，已經唔係用傳統嘅歌謠嘅方式來唱，但是佢已經將也隻曲調處理到一完善。山歌係本身客家人嘅東西，手調本來就係來自於原來係漢化嘅東西，手調係上四度嘅流行歌嘅。傳統上四度嘅流行歌嘅，但是它喺人家就自己吸收到來，前後個流傳到客家謠當到本來原來謠嘅素材自己冇創嘅，變成客家歌嘅，佢本來當到東西佢係講漢化，它喺度將
本人也就来改歌讲客话。哦。嘿，改歌讲客话，就像日本国的唱，改歌唱好咯，中央，嘿，久了以后，现在要掠个管花个部分的流行歌唔见脱，但是客话掠个保存下来，保存下来变呢。哦，故说手条一调，手条的颜色咯，山歌的颜色无同样。故说今日也讲，刘少基创嘅东西，对外界人来讲，係非常肯定啦。佢用也個那個生活嘅方式來處理，假使講我恢復到講山歌嘅角度來評論嘅話，家己也會當到我本係坑到，佢後世唔爭咧。哦。但是喺對佢啊隻音樂來講，佢處理得當好，係太快，我老太家鮮明，喺冇佢創嘅東西當多，嘅詩流嘅音無窮樣嘛，嘅詩都唔爭嘛，嚇詩爭強人係冇嘅啦，加油啦，冇問題，佢創得當好，係啊，分2,000個分咯。哎呦！音樂它的曲調為主吧，應該是這樣子。錯啊！嗰種係假嘅先講啊，先老太家講嘅，我先講爭來，而用嘅音樂旋律來唱啊，唔係對就愛詩爭強嘅人嚟講。來看分數。好，看一下劉秀婷嘅分數。全部都很厲害，謝謝老師，謝謝。高分，恭喜你哦！係啊，冇問題。嚇，應該真係都強嘅嚇。好，冇問題。謝謝安子生，好，又唱馬振宇吼，安子生，很強啊。係啊，很強。好嚟，沙嚟。沙嚟，要咁開帶嚟三個字。嚟，等我啦。主持人好，咁位置哈，係好。真啊，這個屬於哦，無師自通啊。無師自通啊，無心上高。係啊，有亞天分呐。所以呢，耳濡目染，吼，啊，無做拜現科技所賜，YouTube 一點啊落去，點啊落去，哦，乜嘅客家歌都全部都有，這個點，這個學了自己覺得吃到講，哎，有點。好像感覺有點樣子有啲搶種嘅哈，是買 CD 嚟彈啊，用嘅啦，係啊，彈啊，覺得差唔多啦，做嚟比賽啦。彈啊，是知道講，面皮叫佢碰到哈，還是出去比賽啊，比賽嚟講，其實志在參加，不在得獎。都好夠啦。係啦，係講出去啊，吸收大家嘅哈經驗啦，係，我自己做嚟哈，
学习，你看那比到呀哈，我已经进入6强比赛呢，对嘛？有咩厉害啊？啊，再跟今年日做决天赛咯，看有办法进入6强咯。唔掂，我开始咁咩反应啊？可以啊，喺度可以啊，先生講，先生講。咁開始嘅歌聲非常嘅亮，哈！但是你講無師自通嘅哈，即個無以唱高到欣賞，按用人聽人學，YouTube 裡邊度啊 CD 按彈按，學就按嘅長度已經不錯咧。但是有青島嘅嗰種嘅社會或嗰種嘅吼地方啊，你會無法度注意，係要欣賞經過，佢會讓你慢慢調整嘅話，吼，你這個是會去修正，吼，因為呢方面唔可以講凊彩教你啦。吼，像上禮拜啊，你我先生啊，我老師講誒，唔唱要請到來吼，兩禮拜為到嗰隻來師啊，吼，你自家要當小心誒吼，所以因為到嗰隻來師，請到地方吼，會按用人小可按鐵突。吼，莫強手啊！吼，嗰隻無來咧，啥講唔出來咧。無來嘿，無來啊，啥講唔出來啊，有型啊！吼，韓國三個來，唔係吃倉嘅，吃錯嘅，吼，前言傳來天下有，所以當到個來時，你一下手提起嘅吼，你個潤腳全部是會。打通跳咧，有型啊！吼，所以講非常嘅可惜啦，非常嘅可惜。但是冇相關，冇實質啊，嚇，冇講肯定係唔敢來的。唔會，好，繼續嚟加油哦！好，控不住，有感冒嘅分數，係冇講。唔係啊，90分啊！90分得啦，90分。90分一個咧，冇到90以下嘅都冇。其實係自己要準備。準備嘛係咪？會唔會係記啊？比係唔啲嘅嗬？係啊，要加晒。記得什麼高數啊？那有一天。係啊。必須懂能講啊！我有機會我還是會再來。好，反正我臉皮會裝得很厚。好，這個大門永遠開着等你啊！感謝你，謝謝。記得請欣賞啊！好，謝謝。好，等一下電話留一下。對，電話留一下。好的，再見啊！唱首一下。好嘞，沙來。沙來連已經帶來廬山歌。來，等下啦。天神上高，愛個條件差那，上你。冲出啦就杀啦，人民作家，愛為人珍藏啊，一天。树配沙拉。
筑起好，你睇个好。呀果子迄固词呀，迄本来就有要果词呀样板。也不应该自家写的啦。哦，你自家写呀？自家写。哦，啊厉害，这个要作词啊。因为唱歌唱久，加减都有学到啦。头摆挨巴就自家作词啊。哦，这个就穷口出出来了。啊厉害哦。头摆挨巴是有个材料讲哎，随调随唱哎啊。哦。是有一摆吼，佢挨个到北宫啊做起啊。该起头家用啊。用啥对得差不多点人钟啊。对山歌对得点人钟啊。真嘅。啊厉害，安尼做嘞对点哎呦，佮对个无简单哦，你对唱俩，你唱调还唱调，还要对到哦。哦，比如讲人唱上年的问题。你有多少角度哎呀，没说哎。然后满山左，然后直接到满山手啦，我讲。啲传统歌有嘅极致歌王对，人家讲到满山手。对呀。系啊，我自家那个都是极致的。极致哎，以前古时代说什么七步诗有没有？你还想走7步。7步一首啊，7步做一条诗，错字作词7步做一首啊。对呀，而家唔是行7步啦，对人冲啊用，马上做，没有7步那么久，对呀，冇人叫，该确实冇简单，讲我以前按用喺歌書冇簡單，不過佢講嘅起頭咁樣確實也厲害呢，佢。做戲做按多咧，哦，彈歌按多山歌，所以講家教狀講係唔會錯，用緊山歌紙票嘛，就冇起人當來啊，唔會錯啊。誒，最先客家人是從人山當中，咁無人講無啲啊，所以唱落山歌，凊彩強啊，所以講唔講落山歌無嗰種係唔是講自由歌。我這婆沒動力，我這婆90人歲，我特別以前去特別喊出來時節以前，哦，凊彩誒，坐定咧，我唱山歌本行，因為冇牙齒嘛。該唱喺山歌要有味道啊！凊彩唱，哎呦，好好聽。你嘢講，你喺山歌，你喺講台面檔，我唱歌在於頭擺喺山歌，笑你啦。就像我就特別唱嗰個流行歌，對呀，流行歌你冇講啊！特別即老人家我聽啊，周杰倫嘅唱乜嘅東西，好上年輕咯。他一個唱神樣嘅咧，頭擺唱一隻詩唱，你啊，哩落，你看唔出來。係啊，很做唔得本人談清楚啊。談唔清楚了，我米的時代，母公用那個產生的東西啦。對。好，來，唐人那邊先生嚟講。嚟。好，先生我。林義金先生，今日唱了羅山歌。你詞呢？係睇到方面就啲講，你這個寫嘅嚇。你山歌詞寫到係人啊，老人本身啊嘅所唱歌嘅情況啊，非常嘅符合啊。雖然講上咗多少啊，不過你嘅詞你睇見。非常嘅明顯哦，一句話，喺度啥堂路非常嘅明了，非常嘅清楚，咧係非常好嘅。喺個，出聲音也要講咧，山歌依做嗰種嘅傳統人文嘅嗰種山歌啊，實在講目前係講我哋彈係少之又少嗬。喺個理論上已經你係唱出來啊，我概念認為啊。你唱歌到嗌啲講人吼，是講咧老輩咧都人都講咧，非常嘅相符合，我非常肯定。雖然講聲音條件差，多少啊，不過對於山歌傳統嘅人為嚟講，因為實體幾多本數嘅嗰種係非常肯定加努力。繼續來為我哋傳統山歌人為嚟加強。喺唔會很常成嘅舊裝初講嘅嘛，技巧上啊，當我有機會啊，冇事啊，從日上影身體講出來。自家的語言啊。來，他看一下分數啦。好，看一下李健嘅分數。粉絲一多哎，你看。還有阿婆嘅粉絲。他現在也是的，出去路上行到路，哎呦，你睇見歐嘢到嚟睇唔出嚟名啲嘛？有啲螺絲風順風嘅，吉娜，唱幾首支持下，睇住大家吉娜。
看一下分数好，啦。看一下李景的分数。对，好，应该没问题了啊。哎呀，恭喜先恭喜你，好，来，注意下次。下一礼拜哈。来，撒下来。撒下来，四下妹罗志新带来平板。来，谈下啦。哎呦，嘴巴那么甜，真的。哎呀，好好啊！阿公阿婆教你的吗？哎嘛，自己学的，自己学的，自己觉得这样就对了，应该这样子哈。就错嘞。基本的待人处事，对不对？哦，多讲好话，说好话啊，做好事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人本来在这个时代，对呀，哎，要动友好啦，动友好，今日讲希望佢做的迄个是今日都六强的吧？本嘅阿婆，阿婆我来现场来加油呀，来加油，係啊，你這個有信心冇？有哦，哎呀，就錯嘞，哦，有，哎，做了看先生。唐先生，嘿，唐先生的公平，等下看佢嘅分數用牌。哦，講起咧，就是吼，見創見進步吼，從一開始比賽到了哈，外面比賽到了，有可能見來見進步哈。你係非常好嘅基本條件，唔過語言腳好吼，唔過係你嘅小缺點，阿啷講，因為見加進步啦哈。聽一句多語檢，你檢視嘅時候感覺你輸音唱短，就伊講。你一家有你的條件，你聲音夠啦嘛？你唔好一下就收音唱斷，呢一方面我希望你加油。還有宣傳文化，唔係宣傳。哦，宣傳。你電腦你最 happy 嘞，宣傳文化一條線，一線。所以合起來，你點都冇合起來。你兩隻是你點到咧。哦，唔過基本上你叫咩創意吼，你一點點小缺點，我希望你過去，望你叫咩分數會更加高哦。注意哦，注意哦，加油！哦，同出青島。加油！好，什麼意思？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，輕鬆又講300啊！講300，好啦，看分數，看分數。看分數，好嘞，羅志新嘅分數。有種分數都嚇死你咧！哎呀，冇問題咧，阿婆做得準備嘞。哎呀，好棒哦！95分咧。係啊。恭喜！冇問題咧。
顺利进入6强。嘿嘿啊，松一口气6强以后就青菜很创的啦。青菜比，青菜比。好了，好啦，恭喜哦，恭喜之星。哎，沙雷用归蓝带雷落山歌。来，谈完了。一唱山歌。山歌啊，甜思念呐。山歌唔错，伟大嘅呐。山歌啊，闹连连呐。两位主持人好，李兰姐姐好。对对，也真属于某种领域精神上，自家要做事啊，也是看难事啊，哈。看难事。对，冇啦，开玩笑。因为一果子咧，所有嘅果本嘅嘛，打开嚟嘅哈，鐵咧冇做嘅果本當空鐵面如也果子，做蒼山果嚟結緣啊，哈，做那個蘇蟲年啊嘛，佢哈，對。蘇煙蟲哈，甜酥年，甜酥年啊，也果子真普遍啊，哈，當普遍，嘿，佢雙擺哈，從來比嘛，從咧辦咱啥講，我出國，係啊，你撩啦，係咁佢就比賽講啊，我出國較重要啊，哦，一擺全冇出國。其實咩係愛出國咧？結果因為上到雅致頭擺係外來創流行嘅時期，特別咗嚟皮外來。啊，你睇叫做走戲咧吼。其實主要交代我講，你愛過去鬧熱大擂台哦，可以發出變熱6強嘛吼。就是計劃，所以我就放棄出去了。還有機會出去啦。冇啦，因為最近安尼，係最近咩？出去了咩？冇出去啊，冇飛機又出去啊。按有信心冇？叫咩？有哦。有啊。好，冇問題。唐先生的公平。係啊，好，請高總先生。也桂蘭小姐吼。創一條廬山歌吼，伊基本伊創嘅一個在音樂性來講處理得非常好，吼，一個所有鉗嘅韻吼，等於講伊出得一個長途遊啦韻啊，我哋講韻有鉗到嘛吼，全部有鉗到，因為伊係有強弱嘅分別，吼，處理得真好。假使愛特別講嘅缺點咯，吼，
有一个部分就根本就亲密嘅脑连嘅看的啊吼，比面前三个看的吼，较无按主多啦，又较唔拉实的，加个戏又较唔拉实，我相信其实也应该知啦吼。啊，其他无乜嘅问题。唔过我做的一个建议啊吼，你创作按好啊吼，也个其实山歌啊哈，客家山歌，原来都山当唱，山当唱的时候，填一个韵的时间，来结缘呐，一下下到音乐变到来结缘呐，要做因为下铺下都变了呢。迄老大人唱起，唔好按冇按呢东西。來結緣啊！嘅一種唱人呢，山老山之間的一種回應樣。哦。假使迄按嚟唱吼，要會較耐心的啦，加油！生命健康比賽，分享一本書，看一下永歸來嘅分數。生命健康，因为早就安全安好。就是媳妇。哇，这个姐姐应该很开心。对，很开心，对。对，终于进入6强了。是。所以没有出国是对的。希望太大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居然姐姐，要聽下哦。好啦，6強比賽爭出過啦哈。冇問題啦。殺下來。殺來吳碧雲帶來3個字。來談噶啦哈。用你主持人好，你好，碧雲好。哎呦，你下粉絲一多哎，你。係啊，還有阿婆嘅粉絲。對呀，哎呦，係啊。你都唔看電視，唔看人節目。因為佢為客家嘅文化當氣氛。哦，當氣氛，客家嘅文化你出來。然後佢就會有限嘅時間就打戲文 M 卡，然後。佢就打電話問講，啊，嘅吳佩雲嘅妹妹還有最近還有去比賽嘛，也還有去關心，然後我就會聽，我媽媽就會聽佢講，一禮拜會播出，然後佢就會去看，然後佢就會去聽佢片嘅朋友都會就講，也有那苗栗市嘅妹妹那個有比賽嘅，我去看咯。哦，你支持哦。對，沒有一直講就出來啊。忠實的一個 fans 啦。對，哎呦，他現在也是啊，出去路上行頭路，哎呦。
係啊，後來如果我冇化妝啊，邊係盲射，要你係跟當一道女來係唔出嚟名啲嘛，要跟羅斯風順風嘅，吉娜，唱幾首字詞，佢就講緊吉娜。係啊，係我有個素養嘛。冇啊，如果我素養，我按啱金標那兩片嘛。啊，但係人嘅書係蠻好。本關心愛嘅，睇自家向親朋友講一下，蠻好，唔好嚟，唔好嚟。很多人講到叫些本人講，哎呦，我們比天使還強了。係，嘅細妹冇人用講啊，細奶就講，誒，老天使同我可以係差唔多誒。睇唔會裝人嚟睇過。好啦，這很開心哈。其實我們出去啊，本人認識多，這個也是一個成就感，真的。一種鼓勵呀。對呀，一種鼓勵，我們就會更加努力。繼續上網做。對。好，來沙下來，那邊欣賞。唱民族欣賞。好嚟。譬如，比上禮拜唱到下那好。有進步。恭喜。嘿，今日上千獎做到當演員，做到真好，高大上，自家分批都真好，睇自家愛彈嘅時候，哎呦，你安樣人嘅三個字，我鳥人，老一輩嘅人啊講，唱你係三個字是浪掉呐，又講，冇唱到嘅發錯。所以咧傳統嘅係喺愛來注重，誒要保存起來。創新嘅呢，你係叫繼續愛進行前一步，你兩位進步嘛。所以傳統嘅你要留下來。唔好拿來創建廢。建創建廢嘅話，肯擺你嘅傳統成個冇人去創咧。所以繼續嘅來努力。你啊，今日我哋嘅看有法度拿到。冠軍冇，很容易，嚟繼續努力，好嘛？大家全部當強啊！係啊，呢一擺全部當強，所以行起我努力咯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像李老師講嘅，加油！沒有有300啦，哈！還是冇欣賞啊，唱劉勝炯欣賞咯，你補充一下。先就睇正上講誒，貴條三個長路以後啦，哈。我愛感恩有小可一啲啲嘅意見哈，幫你做參考。行路難，嗰個為數是，越難哈，非常短促，當短啊，行路難就結束睇咯。希望你講呢個難事能夠落場數那些，在發音上掌握好標準啦哈。其實第三個新番語調高音那些。也伊人啦，我是講多少有好輕的因為狀況哈。你演唱對三個有那種興趣，平常時所有比賽場合我唱可能你你實力非常強，拿出你實力來認真的學習些，係我哋客家歌唱界明日之星，加油！明日之星哦！明日之星，加油啊！好，加油！好，來看一下佢嘅分數。看一下吳丕雲嘅分數。就是你講，呀，那個雙語我暗語過。係咩啊？係啊，真嘅，很強啊！真嘅。好，繼續保持下去。好，恭喜你進入6強，恭喜！好嘞，回做消息。哇，安尼是誰？邱剛妹安尼剛妹子。咁位置嚇，唔吧？進入6強7強已經當厲害啦嚇，無師自通復到7強。係啊，很厲害。哎呀，恭喜進入6強嘅所有朋友，恭喜你啊！好嘞，安尼好通過朋友當到。叫佢打電話來，讓6667讓66還有傳真電話讓11778131。好，等大家來報名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還要多謝辛苦嘅評審欣賞哦。欣賞，辛苦咧。還有恭喜各位全世界，繼續加油！進入6強哦，繼續加油！什麼？小天老師還有樂隊老師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謝謝老師們，謝謝，辛苦了。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，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啊，辛苦大家。
你敢问，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的《农业大比赛》，农业中华台，拜拜。